人惊热设备嘛惊热，虽然这2天啊，全台各地有真个所在拢落大雨，不过天气依然真热，尤其是屏东县过几天来，员讲是咧温度拢真悬，只是平均的气温有时到34度。县内有真个只用东盘一寡智慧型停车加这个缴费条啊呢，拍甲拢歹去，完全拢小度，造成真个乡亲要停车真无方便。屏东县政府表示讲，伊要求厂商伫1个月内完全的改善。这一份的天气，日头歪比下，天气热到互人冻未调。很热啊，今年更热，热得受不了。天气真热，含这嘛热到海起。这个整个都黑掉了。智慧型停车条面板为乌麻麻，但是扣拍甲臭灰搭，已经感应不出来它的 QR code。有树叶走咧，无扣拍甲海起，面板也阁保持甲好势好势，无扣日头直拍嘅，拢扣拍甲乌麻麻。不可思议，被太阳晒到整个都雾掉，整个面都坏掉啊，所以无法缴费啊。屏东市第2路几那支智慧型停车条扣拍甲摔倒去，民众停车无法度入去，官府讲会请厂商赶紧处理。大概有7柱，那这个部分呢，我们目前也请我们厂商呢第一时间要去做更换。用无够年半的智慧型停车条扣日头拍甲海起，官府拢料想未到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